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2月30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406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512天。前线总共发生了160次战斗，其中32次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战局已趋于稳定。俄军因城市地形、乌军反击以及后勤障碍而陷入了缓慢且代价高昂的消耗战，短期内难以实现实质性的突破。乌克兰防线持续造成的俄军伤亡远超预期，将削弱俄军冬季攻势的势头。战局仍处于动态变化的关键阶段，双方无人机均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期俄军转向米尔诺格拉德，行动表明俄方可能试图通过侧翼包抄而非直接包围波克罗夫斯克。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将重心从波克罗夫斯克转移至米尔诺格拉德，并不会改变战略本质，也就是他一定要拿下这个红军城这个28号俄军趁着大雪天也就是乌东战线很多地方都在下大雪，那个大雪天无人机它的这个识别能力作战就要受到限制。那么就趁这个机会俄军派兵增援波克罗夫斯克，还要向这个波克罗夫斯克渗透根据乌克兰前线的消息说在波克罗夫斯克乌军称俄军重新开始使用坦克和重装甲来冲锋，在长期使用小型步兵部队，也就是3322渗透进红军城这个攻势之后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恢复了坦克进攻。乌军表示这标志着经典机械化突击战术的回归，但他预测由于俄军担心损失装备，这种战术不会持续太久。实际上就是普京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晤期间想方设法在红军城要折腾一点动静出来，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普京和他的指挥官们继续错误地将俄军未来夺取顿涅茨克州要塞地带的行动描绘成一次快速而轻松的行动。格拉西莫夫声称俄军控制了科斯蒂安蒂尼夫卡一半以上的建筑物，并在最近占领的叫西维尔斯克后迅速向斯拉扬维斯克推进等等但是这个战争研究所观察了近期公开来源的证据，评估认为乌克兰军队在罗丁斯克保持着存在，而俄军在米尔诺赫拉德不到一半的区域内开展了行动。12月28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乌克兰军队在罗丁斯克北部活动，表明乌克兰军队仍具备在该定居点开展行动的能力。12月27日发布的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俄军近期在米尔诺赫拉德北部推进。12月27日发布的另一段地理定位视频显示，俄军在米尔诺赫拉德北部和罗丁斯克中部多个地点升起了旗帜。战争研究所评估认为这些行动是俄军的渗透行动。经观察到的证据表明，俄军通过渗透行动或进攻在米尔诺赫拉德 49% 的区域内存在，也就是另外的一半俄军还没有涉足。12月27日，乌克兰总参谋部驳斥了俄方关于占领米尔诺赫拉德的说法，并指出俄军尚未占领波克罗夫斯克，尽管俄军已经在波克罗夫斯克城内战斗了近150天。12月28日，乌克兰空降突击部队第7快速反应军也报告称，乌克兰军队在波克罗夫斯克北部保持着阵地，也就是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打脸地保老人，还有这个格拉西莫夫这个乌军的第1亚速军报告突出部多布罗皮利亚攻势行动的战果。从2025年8月4日至12月29日，不到5个月时间俄军损失如下：死亡12492人，受伤8346人，被俘185人。俄军装备被摧毁或损坏：坦克93辆，装甲车259辆，火炮314门，轻型、重型汽车和摩托车1821辆，各类无人机3579架，
这个亚述第一军啊，军长就是守卫马里乌波尔的英雄，叫普罗科彭科。不到5个月时间啊，歼敌2万，这太吓人了。这个可以说在战场上，俄军损失惨重啊，伤亡无数。根据这个德新社12月28日报道说，俄罗斯当局称啊，乌克兰通过无人机袭击莫斯科，暂时让俄首都空中交通陷入瘫痪，在全国假期开始前让数百架航班停飞。俄航空当局发言人称，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和弗努科沃机场有数小时无法进行飞机起降，超过300架航班被迫取消或发生延误，约70架飞机转降其他机场。莫斯科的另外2个机场多莫捷多沃机场和茹科夫斯基机场未受影响。12月28号啊，乌克兰远程无人机啊飞向莫斯科，如黄俄所愿呢，对吧？一批又一批的乌克兰的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导致啊俄首都空中交通陷入瘫痪。28日夜，乌无人机打击俄萨马拉州的叫西兹兰炼油厂，引发猛烈爆炸，随后燃起大火。当天，乌还袭击了克里米亚半岛叫切尔诺莫尔斯克的无人艇存储与维护基地。卢甘斯克州安特拉奇特居民点附近1435摩托化步兵团的维修分队和尼科诺里夫卡的浮桥渡口。顿涅茨克州马克耶夫卡的沙赫德型无人机仓库。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啊很忙啊，乌克兰总参谋部确认对俄罗斯能源与物流网络实施打击，也就是乌军啊打击不再仅限于炼油厂、油田还有码头，物流网络啊也在它打击范围之内。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啊，教皇利奥14世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人道主义援助，为受战争影响的家庭提供10万份素食汤，这就是啊吃的啊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再看一看啊，这个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的会晤啊，这个也是最近几天的重头戏啊。28日啊，特朗普下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特朗普在会晤开始前表示，围绕拟议中的俄乌和平协议，目前已进入谈判最后阶段，但没有最后期限。特朗普表示啊，会有一个强有力的对乌安全保障协议，欧洲国家会参与其中。泽连斯基表示啊，乌克兰和美国制定的20点和平计划已有90%已完成，这是由双方团队共同完成。这个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晤完成以后啊，在记者会上啊，特朗普表示啊，他说各方就结束俄乌冲突取得非常大的进展，相关讨论已覆盖接近95%的关键议题。他说啊，当前俄乌谈判中仍存在1到2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特朗普他还说啊，他说我们距离结束战争啊已经非常近了，而所有人都曾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讨论了协议的所有细节，明天我会再和泽连斯基谈谈，说91%的乌克兰人希望战争结束，俄罗斯也希望结束战争，所有人都希望结束战争。俄罗斯仍想在未来几个月内夺取更多领土，所以我们必须尽快达成和平协议。而我们详细讨论了扎波罗热核电站的问题，普京希望恢复其运营，领土问题是最复杂的，至今仍未解决。这个当记者问特朗普啊，有没有打算去乌克兰访问，这个特朗普他说啊，他说我可能会去乌克兰向议会发表演讲，但是我不认为这一定有必要，但如果这能帮助每月挽救25000人的生命，我会去的。特朗普这次啊对待泽连斯基不像前2次的吧，一次是在白宫里面，特朗普和万斯啊这个混合双打，对泽连斯基发起了攻击。第2次在白宫是吧，好像午饭都没吃嘛，订了一大桌子汉堡包都没吃，然后这个泽连斯基还在这个大马路上举行这个记者招待会是吧，向记者讲话，前面摆个小桌子。那这是第3次啊，第3次这个特朗普好像啊这个表现的就是相对正常一点。他首先说泽连斯基啊，说太喜欢这个海湖庄园，说这个海湖庄园非常富丽堂皇啊，说这个泽连斯基都不想去白宫了。这泽连斯基说我准备好了去白宫。从这个微小的细节啊可以看出啊，他们中间啊虽然极力表现出那种轻松的活泼的气氛，但是还是叫同床异梦，没有默契，也就是预示着他们这个谈判呢还是非常艰难，但是又要向外界表现出一种
谈判有很大进展，对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啊，离成功就差那5%了。这个特朗普对媒体说啊，他说在马阿拉戈接待你共进午餐是我的荣幸，希望你喜欢这里的美食。他说我可以告诉你，你的随行人员肯定吃得很尽兴，你的将军看起来就像是从选角公司挑选出来的，也就是乌克兰的那些将军啊，一个个的又年轻又有型，而且又比较这个刚毅。所以特朗普看了之后说，哎呀，你那些将军好像一个个都是专门精心挑选的是吗？啊，就是这个打趣啊，想让这个气氛呢更加轻松。我想他说的就是那个乌军的那个总参谋长，那个才30多岁啊，很年轻。然后这个特朗普说啊，他说欧洲啊将负责大部分安全保障，我们会提供协助。实际上啊，泽连斯基去美国，对吧？跟特朗普见面，我们在前2天节目都说过了，停火那是不可能的。泽连斯基这次去最主要的就是要达成安全保障，对吧？他不是4份文件吗？那个20年和平计划，那个肯定是谈不拢，对吧？泽连斯基要谈的就是一个是安全保障，一个是欧洲的安全保障，一个是重建计划，就是谁出钱。那根据美国的媒体报道啊，说美国当局已准备好向参议院提交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一名白宫官员证实，在欧盟和欧洲领导人的一致要求下，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同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德国总理莫尔茨、英国首相斯达默等政要以电话会议形式全面参与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举行的重要和平磋商。这个泽连斯基他说我向特朗普提议为乌克兰提供30至50年的安全保障。我告诉他，我们已经打了将近15年的仗了，所以我们非常希望这些保障能更长久一些。我对他说我们很愿意考虑30年、40年、50年的保障期限，这将是特朗普总统一个历史性决定。特朗普总统说他会考虑的。这个泽连斯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他说除了和平别无他途，我们与美方立场高度一致，必须通过外交途径终结战争，并迫使俄罗斯接受和平，否则战火将无休无止。如果战争继续，美国将与欧洲一道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是行使自卫权的一方，我们在为生存而战，而非发动战争的侵略者。谈及从顿巴斯撤军，俄罗斯对此的企图并非秘密，在他们的幻想中，甚至希望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不复存在。这种意向由来已久，当我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领土完整，拥有属于我们的。这个我说的都是泽连斯基关于安全保障的这一块表述那这个欧洲盟友是怎么看待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关于安全保障这一块的进展总体而言就叫取得了良好进展。欧洲领导人如何评价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谈判？这个冯德莱恩说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对此表示欢迎。欧洲愿意继续与乌克兰和美国合作，以巩固这一进展。最重要的是，从第一天起就必须提供不可动摇的安全保障。马克龙提到了1月在巴黎举行的坚定联盟会议，也就是志愿联盟届时将讨论各国的贡献，在安全保障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这是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关键。这个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强调，俄罗斯必须展现出责任感和谈判意愿，表明愿意停止敌对行动。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介绍了已取得的成果，并指出了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我说的泽连斯基到美国去跟特朗普见面，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保障。那现在呢，泽连斯基和欧洲领导人说安全保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吧？双方都比较满意，但是考虑到特朗普的话不能全信，这个人呢反复无常，对吧？朝三暮四，朝令夕改。但是总之这一次泽连斯基到美国去已经不像上2次那么，对吧？尴尬或者是比较憋屈。我在想一方面是泽连斯基学会了打太极拳，以柔克刚，一方面是欧洲盟友在后面，对吧？鼎力支持，这个也符合咱们的分析，对吧？因为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家都老说，对吧？欧盟上不了桌，都是特朗普和普京2个人一谈，然后再一逼这个乌克兰投降就完了。那你想的太简单了，只要欧盟不同意，普京根本就达不到他的目标，完成不了他的计划，对吧？你就是停火了，又能怎么样？俄罗斯会陷入更大的内乱，因为它的市场没了，你的能源往哪儿卖呢？还往印度卖，让印度人扒层皮。你
的技术，对吧？你都得指望欧盟，你的木材往哪儿卖，矿往哪儿卖？俄罗斯是坚决不会沦为2个印度的原材料供应国。哎，这个大家想一想就明白了啊。他现在给印度卖天然气，那都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就这样他还留着后手。所以我说这个泽连斯基这次到美国虽然不一定有什么实打实的成果因为这个特朗普这个人，对吧，说话不靠谱，但是这一次他也没有什么损失并且欧洲是往前走了一步，因为1月份马克龙说了，这个志愿者联盟马上就要拿出方案，就是对吧，对乌克兰怎么样进行保障这就是泽连斯基取得的现实胜利。那另外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没想到的是泽连斯基到美国之前呢，跟特朗普会晤之前，特朗普居然先给普京打电话，打了1个多小时，又玩这一套对吧？上一次泽连斯基到美国访问还闹得不愉快，对吧？也就是普京和特朗普之间打了电话，千不怕万不怕，就怕特朗普给普京打电话。一打电话，这个特朗普马上就要着了魔一样的，什么软肋被普京拿捏了，他立马画风就变了，变成普京的办事员，对吧？代表普京立场来压这个泽连斯基。所以上一次普京一个电话，战斧导弹就没了。这一次一个电话，乌克兰也不知道失去了什么，对吧？本来这个特朗普恐怕要给乌克兰更多的一些支持，对，现在恐怕也没了。你说你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个特朗普跟普京之间确实有某种猫腻至少对吧？从表面上看，特朗普和普京之间远远比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之间要亲密得多。从个人情感说这个特朗普恐怕更靠向普京，对泽连斯基恐怕没有好感。所以说这个特朗普和泽连斯基会晤完之后在见记者的时候，特朗普居然给普京代言，这个也让我没想到。在和泽连斯基会晤之前呢，特朗普就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帖子，他说我刚刚在下午1点与俄罗斯总统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电话通话。在和泽连斯基总统公开会晤时，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提到的2个难点一个是领土问题，一个是扎波罗热核电站管理。特朗普代表普京公开施压。特朗普说那些领土有些已经被夺走了，其中一些土地可能被抢回，但可能会在接下来几个月内被占领，你最好还是要做个交易。就这么明目张胆的为侵略者张目，对吧？要受害者跟侵略者做个交易。什么交易呢？他这个交易比较简单就是俄罗斯提供能源，廉价能源，帮助乌克兰恢复重建，他就这意思。你说这个多强盗吧？他把扎波罗热核电站，就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普京给占领了，完了之后发的电再卖给乌克兰，这叫支援乌克兰。你说还有这样的道理吗？特朗普认为这是在支援乌克兰，所以劝泽连斯基给泽连斯基施压，你最好识相一点你就答应了吧，你就从了吧。那些领土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你也抢不来，对吧？如果你现在再不同意的话，那俄罗斯人会抢更多，还不如现在就同意了，就这意思当记者问特朗普说俄罗斯是否要对乌克兰重建担负责任，这个特朗普说俄罗斯会为乌克兰提供帮助，并希望乌克兰能成功。特朗普还说他说普京今天告诉我他想结束战争，他说这话时非常认真。我只能说首先是特朗普完全倒向了普京，对吧？在普京不在的场合下为普京开脱，为普京宣传，这第一个。第二个，特朗普再一次被普京耍了，这个也符合咱们以前判断，就是无论这个特朗普和泽连斯基搞的20点计划还是多少点计划，普京都不会反对的。普京都说我是支持的，感谢特朗普做的贡献，但是我要修改。所以这个俄罗斯提出新的计划在1月份，对吧？再给美国。这个特朗普还说他不是一直说这个乌克兰应该重新选举吗？这个他是配合普京普京是希望通过选举把乌克兰搞乱，对吧？你想选举，那大家竞选，那肯定是各种政策上面的这种辩论博弈，大家都拉帮结派，对吧？那么整个乌克兰很有可能四分五裂，这就是普京的这个奸计然后这个特朗普配合普京，是吧？给泽连斯基施压，要求他搞选举。好，泽连斯基反将一军泽连斯基说了包括领土这种换和平的计划，包括总统选举，接下来就要举行，但是他需要60到90天的和平期，也就是你欧洲和美国，你保证乌克兰这60到90天安全，也就是让普京停火，那乌克兰来选举，让全民公投。结果普京不同意，这是特朗普自己说的他说普京不希望为公投停火，他不想陷入先停火然后又不得不重新开战的局面。我理解他的立场。你看这个特朗普凡事都是从普京的角度考虑问题，对吧？让乌克兰
重新选举也是普京，让乌克兰割让领土也是普京，但是他又不愿意停火。从这就充分说明啊，普京他就没有这个想停火的意思。当然了，他这是在巨大的这个信息茧房之中啊，在他的这个将军们啊虚假的战报鼓舞之下呀，普京认为俄军是所向披靡啊，勇往直前，拿下乌克兰不是事。不过这个特朗普啊，他也说啊，他说美方啊在会谈结束后已同英国、德国、北欧以及欧盟等多位领导人进行沟通，相关交流非常顺利。特朗普表示啊，未来不排除在华盛顿与欧洲领导人以及乌克兰方面举行会晤，强调欧洲在乌克兰安全保障中将承担重要角色，美国将100%支持欧洲，正如欧洲在关键时刻支持美国一样。也就是这个特朗普不仅向泽连斯基承诺，也向欧盟领导人、欧洲这些盟友承诺，对吧？他们要给乌克兰安全保障。泽连斯基说啊，我们已经准备好在1月份实现和平，希望能在1月份就所有文件达成协议。20点和平计划90%内容已达成一致，安全保障100%达成一致。我怎么感觉泽连斯基虽然啊这个外交上取得胜利，但是我感觉他还是过于乐观了，对吧？欧盟的这个安全保障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但是欧盟也需要美国托底，需要美国支持。乌克兰跟美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欧盟需要美国的支持，这个都是不靠谱的，对吧？也就是特朗普啊还会变。泽连斯基说啊，我们讨论了全民公投的问题，或许可以将其纳入和平计划。那俄罗斯这边什么态度呢？根据普京助手乌沙科夫透露，普京和特朗普同意成立2个工作组，专注于和平协议的制定，具体方案将于1月份公布。一个工作组将负责安全问题，另一个工作组将负责经济问题。这个很显然啊，是普京的缓兵之计。为什么呢？因为普京已经开始在给自己找后路啊。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啊，普京签署禁止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法律。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法律，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执行外国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的裁决。相关文件已在俄罗斯官方法律文件公布网站上发布。该法律规定，未经俄罗斯参与，由其他外国政府赋予刑事司法权限的外国法院裁决，以及其管辖权不基于俄罗斯与其缔结的国际条约或联合国安理会依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行使职权而通过的决议的国际司法机构裁决，不得在俄罗斯境内执行。我给解释一下啊，就是所有未经俄罗斯允许的境外的法院或者组织对俄罗斯国内的人的这种宣判，你不能在俄罗斯境内执行。这个就是普京为自己留后路，给自己的特赦。为什么呢？因为普京还有绍伊古还有几个俄罗斯的高官呢，被海牙法庭，对吧，已经宣判。未来啊，这个欧洲，对吧，已经为普京为战犯准备的法庭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对他们绳之以法，要宣判。那普京的意思是啊，这海牙法庭要宣判普京有罪，绍伊古有罪，那对吧，让他玩蛋去。这玩意俄罗斯不承认，也不准在俄罗斯执行这样的判决。普京看似高明啊，为自己铺后路，对吧，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万一他下台了，对吧，这个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啊，你这个海牙法庭这玩意没用。但是啊，普京千算万算算不到，对吧？他一旦下台，俄罗斯一旦战败，他就会被俄罗斯国内的人审判，轮不着这个海牙法庭啊。你能改法律，等你一倒台，俄罗斯新的领导人难道就不会把法律再改过来吗？对吧？你一旦失去权力，你就失去了保护伞。你现在把法律改了有什么用呢？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反而暴露了普京，对吧？他这种脆弱的内心啊，暴露了普京他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慌张。色厉内荏，他也知道他迟早要被清算。特朗普现在啊，为他左挡右突的没有用，地包老人脖子上的绳子绞索只会是越来越紧。现在欧洲乌克兰，对吧，泽连斯基这些人无非就是哄着特朗普赶紧把这个安全保障给他搞下来，至少对吧，你美国不能捣乱，对吧？剩下的就是瞎耽误时间呢。任何随进行为实际上都是给欧洲埋下一个定时炸弹。欧洲人又不傻，这背后还有英国呢，对吧？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北极熊，对吧，打成病熊，欧洲人也睡不好这觉啊。普京好不容易上钩了，怎么可能让他脱钩呢？对吧？现在是在遛鱼的阶段呢，所以可以说啊，特朗普就是瞎折腾。泽连斯基和欧洲人呢，他们的这个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吧？他们的目标是美国的安全保障，不是什么停火协议。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